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9月初5，也是咱要敬拜主的主日。箴言22篇40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要得到富有、尊荣、甲性命，诚做赏赐。三甲来祈祷，假是阮敬虔甲谦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至权尊荣的上帝，你是阮拍败的对象。耶和华，谦卑的人的心愿，你早就知。你要为因准备因的心，也要爱耳孔听因的祈祷。主啊，当阮回头看阮人生所经历的一切，当阮伫不断的挫折甲失败中间，来学习生命的功课的时，阮知影你不断地提醒阮，爱阮诚做一个谦卑甲顺服的人，因为当阮伫每一项代志顶面，拢知影谦卑来敲找你的心意，互你来引带阮头前的路，就阮通得到富有、尊荣甲生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每一天存着谦卑的心来敲找主的心意，就伊要赏赐咱富有、尊荣甲生命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